诗篇第106篇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啥人会晓讲起上主的大权能？啥人会当完全表明对伊的称赞？所有维护公平、不时实践公义的人，真有福气。上主啊，你恩待你子民的时，求你袂记得我；你拯救因的时，求你眷顾我。求你，互我看见你的选民兴旺，互我甲你的国民分享快乐，甲你的子民做伙夸耀。阮甲阮的祖先同款有犯罪，阮偏离正路做歹。阮的祖先伫埃及无明白你所做的奇事，袂记得你丰盛的慈爱，反倒伫红海背叛你。毋过主，因为伊的名的缘故，解救因，要显明伊的大权能。伊一个划红海，海就干去；伊带因经过海深的所在，哪得经过大地？伊救因脱离怨恨因的人的手，对对敌的手中解救因，因的对敌拢予水淹没，连一个都无留地。迄阵因才信伊的话，才唱歌称赞伊。因真紧就袂记得伊的所做，无听候伊的指示。因伫旷野大大去贪欲，伫风暴试探上帝。因所求的，伊有互因，毋过嘛互因拢衰烂消散。因伫营中怨妒摩西，甲上主圣别的亚伦，地就裂开，吞灭大丹、暗捌阿比兰迄群人。有火伫因中间倒起来，火焰烧灭遐歹人。因伫何烈山做牛仔，打败所住的上。安尼，伊用食草的牛仔上退换上帝的荣光。伊袂记得甲因拯救的上帝。伊捌伫埃及做大代志，伫咸的地行奇事，伫红海做通行的事。所以，伊讲要甲因消灭。若毋是伊所竞选的摩西徛伫伊面前极力申诉，消除伊的受气，伊已经甲因消灭啦。因看轻迄个好的地，毋信伊的话，因伫家己的布边内埋怨，毋听趁上主的话，所以伊对因举手立誓，要互因死伫旷野，互因的子孙死伫外国，四散伫逐所在。因斗阵去拜比拟的巴力，食献互无性命的生命的祭物。因安尼做，惹起伊的受气，就瘟疫伫因中间传染。迄时，腓尼哈起来替因排解，瘟疫就煞。这代志，上帝甲伊算做义，对迄时起直到永远。因伫米利巴的水泉边惹上主受气，为着因的缘故，摩西受连累，因为因背叛上帝。直到摩西讲出冲动的话，因无听趁上主的吩咐，无剿灭外族的百姓，反倒甲外邦人通婚，学因的所做，服侍因的偶像，结果家己跋落陷阱。因将查某囝做祭物献互鬼神，因老无罪的人会悔，杀家己的查某囝，将因做祭物献互迦南的偶像，迄个地就受到火污染。安尼，因受家己的行为污染，因的所做犯着淫行，所以上主对伊的子民发受气，厌恶伊的产业以色列。伊将因交伫外邦人的手，互怨恨因的人管辖因，因的对敌压制因，因就屈服伫对敌的手下。上主一遍搁一遍解救因，毋过因故意背逆伊，因为家己的罪恶抵到坠落。伊听着因的哀叫，体贴因的困苦。伊为着因记得伊的约，因为丰盛的慈爱，回心转意，互因得到所有掠因的人的怜悯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拯救阮，对列国带阮转来，互阮通感谢你的圣名，用称赞你做阮上大的欢喜。愿称赞归乎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对永远到永远。愿万民拢讲阿面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